外籍移工目前留伫台湾食头路拢是有期限的，也因为安尼先出现年限到期，移工逃走出去的现象。有学者认为讲，移工年限若延长，无的确会较好管理。劳动部最近也伫咧研究草案，考虑要互来台湾做头路满6年的移工，会当申请转做技术移民。替96岁阿嬷俩玲变身照顾阿嬷14档的1年看护丽娜做甲真熟手，不过即马伊煞拄着签证要到期，就要强制登记1年的问题。对，我希望是在这里，因为习惯。他人就是已经来14年了，能再继续下去那是最好。我们雇主不用再重新训练。很像很家人，然后阿妈有感觉给是接我阿妈这样子了。尤其像我妈妈，她这长期卧床的人哦，根本不能动弹。我们也是真的是需要他们来帮忙。处理娜这个案例，会使讲已经对聘雇关系提升到感情的层次，但是照现阶段，移工适用就业服务法52条的规定，家庭看护工伫台湾食头路的时间袂当超过14档，产业工袂当超过12档。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要减少人员流动，劳动部开放会当搁延半档，不过移工的年限对过去就延几啊摆，社会上就有主张爱互移工会当申请永久居留权。劳动部最近嘛当咧研究新经济移民法的草案，互行政院甲国发会希望用中介技术能力的方式，互移工通有机会转做移民。在台的外籍移工，我们都用客工制度，不能剩永居，所以他也不能携家带眷来台湾。你让他留个10年、14年，甚至留到20年，很多人认为这是很不人道的。这些已经曾经在台湾工作6年的移工，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准呢，也比较熟练，跟雇主的关系也比较好。那未来就希望透过中阶技术人力的制度，让他可以从移工衔转而变成移民制度。这些人基本上是有劳动能力的嘛，对他，我相信他的配偶来也是有劳动能力的嘛，所以不但不要有这种社会福利增加的这种负担的那种的问题，甚至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嘛。未来这个中介技术能力的申请条件，除了移工上少爱伫台湾6档，薪水嘛要有一定的程度，嘛对移工有专业训练、证照等等来做审查。不过，长期替移工画下的体外并无认同，因讲除了薪水标准收悬，会参雇主关系好的移工嘛是少数，对大部分移工是看得到、食袂到，会度年限才是根本。为什么白领劳工工作期限可以没有限制？只要有工作，他就可以继续做下去。为什么蓝领要有这样的限制？为什么有这样阶级差别的对待？台湾对1989年开放东南亚的移工已经32档，移工有权有真侪法律上的限制，亲像丽娜这种长照能力，敢有法度留落来继续照顾阿嬷？是要透过开放申请移民，还是废除居留年限？看起来佫需要一段时间来讨论。记者陈雅文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